阿花老阿贤嘅对话过程当中，下面就发现到，其实我学动物也嘅动物，唔单止係佢當定一下，我考慮到嘅面向還有非常嘅多，包含另一嘅時間、經濟，韓國我看嘅做啲接觸麼，也都係愛非常重要注意到嘅部分。接下來，我就嚟看一下，家下做啲學習到呢條詞彙，客家話，鳥誒。鳥誒，華語的意思是鳥，鳥。客家話貓誒，貓誒，華語的意思是貓，貓。客家話蟲誒，蟲誒。華語的意思是蟲，蟲。客家話中醫，中醫。華語的意思是喜歡，喜歡。有人中意學鳥誒，有人中意學鳥誒。華語的意思是有人喜歡養鳥，有人喜歡養鳥。我愛學貓誒，我愛學貓誒。華語的意思是我要養貓，我要養貓。吃蟲誒本意思。吃蟲誒本意思，華語的意思是餵蟲給它吃，餵蟲給它吃。南西演強用白話講，吃蟲誒本意思，吃蟲誒本意思。